这2天，很多网友好奇地问我有关苗族放蛊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讲一讲民间流传关于下蛊的故事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一种传说。传说苗家的女孩长到该出嫁的年纪就会采集多种草药做成香料，然后把香料放进器皿里面，拿到深山去放置一段时间。香料的香味会引来很多毒虫，这时候把器皿的盖子盖上，拿回家。由于器皿里面没有食物，毒虫们就会互相吞噬，最后存活下来的那一只就是蛊。苗族女孩每天用自己的鲜血来喂蛊，把蛊喂养大以后呢，磨成粉。女孩出嫁以后呢，就会带着这些粉末，在男人不注意的时候下饭菜里。由于粉末无色无味，男人喝了以后呢，没有任何感觉。很多苗族男人出去闯天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回到妻子的身边，如果不回去，或者有了别的女人，他体内的蛊毒呢就会发作。可以想象后果有多严重。当然，这只是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。下期我们继续说说传说中的蛊是怎么放的。关注我吧。